今集陳仔想製作一條片送俾我嘅足球前鋒朋友。話說有一日，我有一位前鋒朋友，佢自己喺吟吟沉沉喺度抱怨咁講，佢嗰場掂波嘅次數太少啦，隊友唔傳波俾佢。我當時冇出聲，喺度諗一個前鋒喺一場足球比賽裏邊應該掂幾多次波，即係有幾多次足球次數呢？90次，1分鐘一次，45次，平均2分鐘一次，20次。大家留意喺熒幕下邊可以撳字幕嘅，隔離有個齒輪嘅按鈕，可以校 4K 嘅畫質，亦都可以選擇播放嘅速度。如果你嫌我講嘢慢，可以校1.25同1.5倍。最後記得 CLS、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陳仔少少頻道。挪威球員荷蘭喺世界盃平均每90分鐘只有25次足球，同佢喺平時球會嘅表現相若。荷蘭平均每90分鐘喺禁區裏邊足球嘅次數更加只有4.5次，咁即係話佢平均每20分鐘先可以喺禁區裏邊掂到一次波。喺西班牙同埋佛德國嘅世界盃比賽上半場，西班牙前鋒奧耶沙巴喺開場30分鐘裏邊冇掂過波。我哋 zoom 遠啲睇大啲，喺2020年英超聯賽賽季裏邊，前鋒球員平均每90分鐘足球42.2次，足球次數嘅範圍喺24到70次之間。當然，前鋒嘅足球次數通常睇下佢哋喺球隊或者個前鋒比賽中嘅角色嘅。作為前鋒，究竟你係想玩個波啊，只係想入波啊，定係真心想踢團隊足球？前鋒大部分時間都係冇波，只係喺場度跑嘅啫。職業足球員喺一場比賽裏邊平均跑動嘅距離大約9至13公里。前鋒、中場、後衛跑動距離都唔同，而前鋒平均嘅跑動距離大約係9公里。荷蘭喺世界盃前5場比賽中跑咗39.44公里，即係話佢平均每場比賽跑動大約8公里。有好多人話美斯大部分時間喺度散步，實情係佢平均每場比賽走動嘅距離都係8公里。如果你想作為前鋒，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冇辦法足球，但係又要入波。另一方面，如果你想要更多嘅控球時間，咁你嘅入球數字就可能會減少。例如中場球員或者中堅後衛，每場比賽嘅足球次數會更多，但係佢哋射門或者入球嘅機會就會較少。喺2025-26英超嘅賽季，好多前鋒成個賽季嘅入波數都係大約10零球，即係話佢哋每90分鐘比賽平均只可以射入0.5球。加埋之前所講嘅資料，前鋒平均每90分鐘足球42次，每場比賽只有2至3次嘅射門，最終入球係0.5個，而且大部分時間前鋒都係冇射門機會，亦都射唔中籠嘅。普通球迷通常只會關注前鋒入咗幾多球，深入啲嘅分析，我哋會關注每場比賽嘅射門次數同埋射中龍門嘅比率。對於更高水準嘅足球員或者教練嚟講，我哋會去諗同埋訓練點樣增加每場比賽嘅射門次數，點樣提高射中龍門嘅比率。我哋亦都會計算每100次射門嘅入球轉換率。咁點提高呢？又要翻到去足球嘅基本功，控、傳、帶、射、身體對抗、無球跑動等等嘅技術。現代足球對前鋒嘅要求更加嚴格，要幫手翻嚟防守。巴黎聖日耳門 PSG 嘅領隊安力基認為丹比利就係完美展示到 PSG 嘅防守強度。佢話其他人總係會喺前鋒入球或者助攻時候讚賞，但係好少人會關注佢哋喺防守端嘅貢獻。球員同埋球隊喺失去球權嘅時候必須要防守，否則比賽就無法取勝。相反，麥巴比喺 PSG、皇家馬德里同埋法國國家隊嘅防守貢獻出咗名比較少，結果就係佢嘅個人數據非常亮麗，但係呢幾年麥巴比就唔能夠為球隊攞到歐聯、世界盃、歐洲國家盃等大嘅獎盃。我認為某啲球隊，例如皇馬、法國隊、巴西，長期防守少1-2個人，會好影響球隊嘅最終表現。認真地踢前鋒真係好難。作為前鋒，佢哋每場比賽要跑9公里，足球嘅機會又好少，每90分鐘40零次足球，甚至乎有可以20次，大部分時候10次射門先可以入到1球。作為前鋒，究竟你係想玩個波啊，只係想入波啊，定係真心想踢團隊嘅足球？建議閱讀2025年西班牙同埋意大利研究人員寫咗一篇一支男子足球甲組聯賽球隊嘅前鋒、中場、後衛嘅技術、戰術同埋時間運動比賽嘅分析。陳仔為咗準備呢一個特別題目，睇咗10幾篇資料。如果大家覺得有用，請 CLS 留言、點讚、分享，多謝各位。